分享书看客家名录學演，每日一行語新聞，客家委員會同江文學合辦嘅當代行語創作計劃，5月16號舉辦記者會，邀請7位出名作家分享創作歷程，也計劃由李玉芳主持，顧問係陳柏毅、唐水金、范文芳，7位創作者包含小說家李旺台、簡佑民、龔義峰、散文家吳明、莊志勳、詩人羅思勇、莊方慈，愛用1年嘅時間來創作，創作成果會喺115年出版。喺記者會當中，7位創作者分享佢哋樣板想、樣板創作嘅過程，其大大本為行語族群啟發同觸及，描寫當代生活經驗、事理同想象，展現行語文學之美。合委會每期睇透過當代行語文學創作，用語言嘅異同特點，做得創新嘅連做成錯連結天堂，生出含較豐富多彩嘅文化交流，使之行語文學之美做得傳播同推廣到含較遠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演嘅報道，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行語，就是創作，佢用行語創作詩詞，唔好為忙啊，下禮拜再來了。